力神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J Daily 娛樂快訊。開始之前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。今晚焦點係伍允龍女友本地女神李曼瑩 Renee， 近日就宣布將推出首本個人寫真散文集《慢下來的理由》，早前已經開始網上預購。書中主角唔止佢性感身材，更係與愛貓 Nigo 嘅7年療癒故事。全數版稅捐流浪動物機構，網民激讚真正愛貓人士。Renee 大派福利宣傳新書 ，IG 釋出多張性感寫真，白色 lace 內衣，長襪在窗邊抱枕。眼神甜美迷蒙，32以上為盡顯，粉色露肩毛衣，白絲襪與 Nigo 床上溫馨，少女味爆燈，魅力四射。睇緊呢個片嘅大家，平時返工壓力大，飲食唔健康，休息唔足夠，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。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。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咧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咧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咧仲有全新包裝咧，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嘅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咧，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，萬寧有售。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嗰隻黑熊就得，千祈唔好認錯隔離，或者俾人講兩句就揀錯第二款。書中滿滿人貓情深。6年前 Renee 喺寵物店見到患貓癬、紅眼、無法進食嘅病弱小貓 Nigo， 毫不猶豫用咗7000蚊帶返屋企，又用咗3萬蚊細心醫治，連自己都感染貓癬，但係 Nigo 康復之後變小守護者，魚翅同沖涼都守喺門外。書中反覆寫有你喺度真好，唔止對 Nigo， 亦對讀者。Renee 表示你唔止係支持一本書，而係陪我哋幫助更多未被罕見嘅動物。網民留言太暖心，買書做善事必須支持。男友伍允龍對女友出性感寫真開綠燈，淡定回應，最多討論用咩紙質，幽默支持態度，引網民大讚真愛無敵，好男友典範。Renee 興奮分享呢本書關於陪伴慢慢生活，所有個人收益全捐流浪動物，希望將我同 Nigo 收到嘅愛傳出去，展現人美心善一面。Renee 由多棲藝人到出寫真集加愛心捐款，又靚女又有愛心，簡直係一位女神。今次慢下來的理由唔止係福利寫真，更係療癒故事同慈善行動。伍允龍開明支持加分，網民紛紛表示女神有愛，要買書支持，期待佢繼續發光發熱，帶俾大家更多溫暖同正能量。多謝收睇 J Daily 娛樂快訊，會繼續緊貼李曼瑩新書動態，鍾意就留言打氣 share 支持女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